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公布新会期优先法案，包括推动中国配偶摕到台湾国籍的年限，对6年被缩短到4年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就批评讲，最近中国军机一直扰乱台湾，加上金门海峡的冲突事件，这个法案提出来时间点真敏感，而且有国安疑虑，所以国民党就爱听社会声音。另外，医学界也发起网络联署反对，烦恼中国配偶摕到台湾身份会冲击到医疗资源，短时间2天内就超过3万人联署啊！立法院展开新的会期，国民党立院党团公布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，其中包括推动，让中国配偶摕到咱国籍的年限，为6年缩短到4年。因为最近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，加上金海峡冲突加悬，引起外界讨论。陆籍的配偶，他们也一直不断的都在争取。那其实，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哦，对他们不管在就医或者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都有一些困难。当我们看到中国不论在海上或是空中，都强行的蚕食鲸吞，步步进逼，国民党为什么偏偏要在此时此刻推出这样一个伤害台湾人民情感，而且破坏国家安全的法案呢？若有国安的疑虑，医界嘛烦恼健保资源洪南山使用，台中长青病院的医师杜成德2日发起网络联署，呼吁暂缓。短短2天已经超过3万人联署。人力极度不足的情况，光是应付现有台湾需要就医的人就已经非常吃力。那这个时候又看到，就是说希望增加或者是说缩短，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，就是去这个一起共同共享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情况，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。陆籍的配偶在台湾的家保情形，大致上是先取得居留文件，然后6个月之后加入健保。陆籍从6年缩短为4年的话，那么对目前的这些陆配的加入健保的资格上呢，大致上并没有什么影响。吴思瑶指出，这个法案提出的时机点有较敏感，呼吁国民党立委爱听社会声音，考虑国家的处境。不过，民众党立院党团表示支持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的时间缩短，强调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在总统大选的时阵，都已经有提出政见，只要住伫台湾、认同台湾，都是台湾人。中国配偶应该甲其他的新移民同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